嗱，一筆過係夠密嘅。好啦，咁發覺咧，嗱，成把刀咁係咪啊？就係要咁樣啊嘛。你哋做唔到咧，係因為咧，你哋又係唔敢撳接筆啦。嗱，而家寫個近，我而家寫個送嚇，送禮個送啊。嗱，頭先嗰兩點咯喎，嗱，開始撳停撳，慢慢收。嗱，係咪成把刀咁啊？有 OK。你一定咧，如果你遇着呢啲艇仔咧，一定要夠力，成個字要承托嘅。所以過年咧，我哋寫招財進寶啊，下邊嗰個好緊要。好啦，嗱，而家寫個遠字咯喎。嗱，開始。嗱，係咪成把刀咁啊？我特登喺度嗱，你哋咧有一個可能咧，以前有個誤解咧，你發覺我突然間喺度停一停，鬆一鬆再去噶嘛，唔係咯，你要夠位啊嘛，因為咧好多時咧你寫嘅時候咧，咁咪唔夠咯，咪唔啱，係嘛？所以我寫嘅時候咧，嗱，我再寫多次啊。同埋咧，你寫呢個字咧，呢個位最好貼住個字，唔好褪咗出嚟，褪咗出嚟就唔靚噶。嗱，再嚟多次咯喎嚇，嗱，點撳停啊 ，OK，一定要慢慢。